主啊，2023年10月初8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拥有属灵宝物的乐器。圣经咱做来听读，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79、第5章第10节。不过，阮是土造的器躯，内面有宝贝。要表示迄个至大的能力是属伫上帝，毋是对阮出来。阮常常拄着逐款困难，毋过无屈服；拄着绝境，毋过无绝望；受着困迫，毋过无互上帝放杀；受拍倒，毋过无抵到死。阮不时带耶稣的死伫阮未死的身躯。互耶稣的活命嘛，通伫阮的身上显明。阮活伫世间，为着耶稣的缘故，时常拄着死的危险，通互伊的活命伫阮即个未死的身躯显明出来。安尼，死伫阮的内面在发生作用，毋过活命伫恁的内面在发生作用。圣经讲，我有信，所以我才讲。根据即款信仰的精神，阮嘛信，所以阮才讲。阮知，互主耶稣搁我的上帝，嘛会互阮甲耶稣同搁我，搁带阮甲恁做伙到伊的面前。这一切拢是为着恁，是要互搁较侪的人得到上帝的恩典，通显搁较侪的感谢来荣耀上帝。因为安尼，阮无失志。虽然阮外在的人渐渐衰败，阮内在的人却日日在换新。阮所受即个短暂搁小可的艰苦，是要互阮得到袂通比搁较大永远的荣光。阮所重视的，毋是看会到的，是看袂到的。因为看会到的是暂时，看袂到的是永远。因为阮知，阮伫地上得到即个布边的厝，若拆起来，上帝会互咱天顶的厝，毋是人的手起的，是永远的厝。咱现在伫即个布边在吐气，热切仰望，通去踮天顶的厝，亲像衫塌落去。若塌落去，就袂赤身裸体。咱要踮伫即个布边，背重担在吐气。咱毋是爱褪去地上的体，是爱踏属天的体，通互活命甲会死的吞落去。互咱有即个改变的是上帝，伊赐圣神互咱，甲咱保证。所以，阮不时有勇气，阮知，阮要带伫即个身躯得活的时，是甲主相离。因为咱得活毋是靠目睭看，是靠信心。阮有勇气，较爱离开即个身躯去甲主住。所以，无论伫即个身躯，还是离开即个身躯，阮的目的是爱互主欢喜。因为咱拢一定着徛伫基督的面前，受伊审判。逐个人拢着照家己伫地上的身躯所做的，无论是好还是歹，接受报应。拥有属灵宝物的乐器，真侪人有泡茶的习惯，甚至有人为着收集价钱无俗的茶果。对我来讲，茶果不过是泡茶的器具，茶要好啉的关键，还是茶叶的优劣。伫今仔日的经文中，保罗用乐器来譬喻，虽然脆弱，毋过也尊贵的人。乐器是土所造的，
外表平凡脆弱，毋过若成装宝物，就价值非凡。相反，咱不过是亲像邪气，咱所拥有的属灵宝物是属伫上帝，毋是属伫咱。保罗提醒哥林多教会，也提醒咱每一位做上帝的工的人，爱看重的毋是外在的躯体，是内在的性命。保罗提醒，咱所遭受的短暂痛苦，爱带来永久的荣耀。看会见的事物是暂时的，看袂见的是永恒的。地上的布边是短暂的，天顶的厝体是永远的。保罗提醒，当咱面对外在环境的压迫，甲内在压力的困境的时，拢爱有勇气，并信心倚靠迄阳光照亮咱内心的上帝。伊会当互咱伫这脆弱佮卑微的邪气，伫面对外在各种困难的时，不致受得罪；伫面对内在各种疑虑的时，袂因为安尼绝望；伫面对真侪受得的时，会有朋友相助；伫若像受拍倒的时，袂从袂振作拍倒。上帝要互耶稣的性命伫咱身上彰显出来，互上帝恩典临到搁较侪的人，因为安尼，互上帝的名得到荣耀。19世纪的南非布道家恩佐姆勒捌用一位无神论者信主的例，分享上帝安怎使用伊的邪气。有一位牧师为着要互一位无神论者信主，请一位敬虔佮聪明的长老去甲伊辩论，却一撮仔也无法度甲感化。另外，当地一位老农夫为着要互迄位无神论者会当接受信仰，已经为伊祈祷几若年。有一日清早，老农夫鼓起勇气去找这位无神论者。伊看到老农夫就问讲：“你遮尔早就来，有甚物代志？”老农夫互伊安尼问，竟然话讲袂出来。无神论者看到这一幕，袂禁得哈哈大笑。老农夫搁较歹势，目屎腻腻高讲：“我是为着你的灵魂才安尼着急的。”讲煞，就回头急要走。无拍算老农夫的这个举动，竟然互这位无神论者因为安尼相信耶稣。穆罕德勒所讲的例提醒咱，莫轻看家己，因为咱是拥有属灵宝物的邪气。主耶稣爱咱勇敢，也爱咱谦卑。既然承认家己一无所有，不过是邪气的，要受属灵的宝物充满，因为屈加家己的未受高升。默想，我捌感觉家己的生命就亲像邪气，非常脆弱无？上帝安怎伫我的身上彰显伊属灵的能力呢？我捌感觉家己的生命就亲像邪气，非常脆弱。上帝安怎伫我的身上彰显伊属灵的能力呢？咱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我的卑微甲软弱，你拢知。总是感谢你，愿意伫我遮尔脆弱的生命中，赐予一切丰盛甲属灵的能力，互我这卑微的生命会当彰显你的荣耀。愿你加添勇气甲信心，互我有能力面对一切的挑战。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使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